赶快，再赶快，全款优待，全款花咧出出卖，恁无行，恁无事，画面上这位单田有力，随着音乐声叫袂讲啥，看袂出来伫半当前，差一点啊，因为心脏病而过身。今年58岁讲啥，原本伫水果行工课，伊独特又搁活泼叫卖方式真出名。有一天伫上班时昏去，失去了呼吸甲脉搏，被紧急送到市立病院急救。经过检查发现是心肌梗塞合并严重心脏衰竭，需要接受心脏绕道手术治疗。但讲说当时有腰子功能问题，若是马上就进行手术，风险真悬。最后治疗结果如何？市立病院心脏内科刘立伟医师说明：江先生这样子，心脏衰竭、血管阻塞、院外心跳停止，那甚至严重影响到肾脏功能的病人，事实上不管在什么样的医院，他都是相当重症，就是命悬一线的这样的状态下。之所以能够救得回来，其实不是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达成，它必须是现场民众的急救、救护团队、救护车到现场顺利的处理，然后我们的急诊单位、那心导管、后面重症照护单位，还有后续现在心衰竭的治疗，跟10年前比已经大不相同，进步太多。那最后当然是方医师的绕道手术，这一环扣着一环，其实只要有一个环节做不好，那这个性命就很难保住。所幸经过市立病院急动症照护合作，才顺利救回家己性命。最后讲声非常感谢市立病院再生之恩。他们也是要拿捏很准，就是说要准确的时间才可以帮我做这个手术。所以说我真的很感激他们了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或许不在这边了。刘立伟医师强调，讲声会当清楚无变成植物人，甚至也免牺牲，是急动症照护合作的成果。还有不管是第一时间的急救、心导管手术，以及后续心衰竭照护，拢是成功救回性命关键。老医师嘛提醒，若是有伤痛、压迫感、不适感、呼吸急促，定定感觉到疲劳，拢应该爱尽速就医检查，才会当预防心肌梗塞风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